军同学，请留步。来，先到台上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这2位很漂亮的妹子为大家展示一下。好看！来，陈建军同学，请您到这边来。您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您写的是？好，这写的是“灵星胜造物，巧手夺天工”。这是为咱们东路首届巧手艺术节而做的一句。那怎么说呢？就是预祝咱们的艺术节取得成功，而且也展望咱们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。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陈解军同学的这幅书法，哦，太激动了，因为字太美了，我都有点口齿不清了。哎，愉快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的。什么